下晡，你會看到的是第三種機型，用反義來講是要怎麼樣，不要怎麼樣。愛用版，唔好用版，你係乜個意思？接上來表態種個提醒人哦，要去注意到唔好用版型了，千萬不要怎麼了，不要發生危險了哈，要去注意到，要去做好準備哈，唔好用版。比如講啊，去運動啊、考試啊、比賽啊。還要講頭擺個，還有其他課程，你有講過嘅考試嘅哦，愛去準備到嘅演變，唔好唔記得了哦，係講唔記得，真件就壞態了。像喺啲嘅練習嘅下，可能會咁講，嘅人要注意愛透氣啊嚇，唔好多時節氣沒有嘅嚇，安尼就唔好了。好，下擺向下來看一下兩種愛乜嘅。唔好，乜嘅都在正經平常時愛用版型運用來向下來學了。愛唔好，愛唔好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比如講，愛唔好，要不要？我愛堅持。唔好放棄，我愛堅持，唔好放棄。我要堅持，不要放棄。我要堅持，不要放棄。來談下南西演講係用版型講嘅。我愛堅持，唔好放棄。我愛堅持，唔好放棄。下擺，愛唔好。要不要？這個時節，愛生意唔好促商。這個時節，愛生意唔好促商。跑步的時候要小心，不要受傷。跑步的時候要小心，不要受傷。好，就用係愛。唔好，要不要嘅機型哦？這個時節要注意唔好跳到。這個時節要注意唔好跳到。也做得講，這個時節要注意唔好溜到。這個時節要注意唔好溜到。跑步的時候要注意。不要滑倒。跑步的時候要注意，不要滑倒。好，大家就學會兩種愛唔好用版型，唔好就係一種提醒嘛，是一種起始的感覺，希望你不要發生這種事情。下來咁樣哈，愛看那個角度哈，那個都係阿強老阿友。愛互相來提醒，到底愛乜嘅，要唔好乜嘅用版型來相互來鼓勵，相互來尊重，相互來幫襯嘅下，到底用版型來用到愛唔好嘅機型，向下來看下去了。